第16章第1節。亞伯蘭的某撒萊無甲伊生囝，伊有一個女婢名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萊甲亞伯蘭講：耶和華禁我生囝，請你甲我的女婢同房，檢採我通對伊得到囡仔。亞伯蘭聽嘆撒萊的話，對迄點亞伯蘭的某撒萊將伊的女婢埃及人夏甲，予伊丈夫亞伯蘭做某。迄時亞伯蘭已經住迦南10年，伊甲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懷孕。伊知家己有身，就看親祖母。撒萊甲亞伯蘭講：我的願望歸佇你，我將我的女婢下佇你的心懷中。伊看家己有身，就看輕我。願耶和華佇你我的中間判斷。亞伯蘭對撒萊講：你的女婢佇你的手，你通隨意款待伊。撒萊苦楚伊，伊就對撒萊的面前逃走。耶和華的使者拄着伊佇曠野的水泉邊，迄個水泉佇思念的路上，對伊講：撒萊的女婢夏甲，你對叨落來，要叨落去。伊講：我對我的祖母撒萊的面前走出來。耶和華的使者對伊講：你倒去你的祖母遐，降服佇伊的手下。第10節，耶和華的使者閣對伊講：我要予你的後裔極其多，甚至袂算得。耶和華的使者閣對伊講：你當懷孕要生一個囝，就甲伊號名以實瑪利，因為耶和華聽見你的苦情。伊做人要親像野驢，伊的手要攻擊眾人，眾人的手要攻擊伊，伊要徛起佇眾兄弟的頭前。夏甲就稱迄個對伊講話的耶和華的名講：你是看見逐項的上帝，因為講連佇遮我也看見迄個看見我的嘛。所以這個井名叫比珥拉海萊，就是加低斯甲巴列的中間。後來夏甲甲亞伯蘭生一個囝，亞伯蘭甲伊的囝號名叫以實瑪利，就是夏甲所生的。夏甲甲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，亞伯蘭86歲。